Posify Kitchen 系統介紹。Posify Kitchen 一站式餐飲收銀點餐系統，專門適配茶餐廳、快餐店、酒樓、西餐廳等各類餐飲門店。核心主打3大經營模式，靈活餐台管理、手機數碼點餐，同時支持會員管理、多渠道支付、自取外賣、拼台、轉台、拆單、合單功能。第一部分選擇經營模式，打開 POS 點擊左上角3條橫線，點擊設置，點擊一般揾到經營模式，根據實際情況選擇合適嘅經營模式。先付款，自行取餐，無座號。顧客掃碼點餐線上付款，付款後自行到取餐區取餐。適合快餐店、輕食、自助餐、出餐快。先付款，服務員送餐，有座號。顧客入座後掃台上嘅點餐二維碼點餐，即刻付款。付款之後，服務員按台號送餐上台。適合茶餐廳、中餐館，服務體驗更到位。先用餐，後付款有座號。顧客掃碼或服務員喺 POS 下單，先用餐，用餐結束再統一結賬。適合酒樓、休閒餐廳，消費更輕鬆靈活。第二部分餐台管理，打開 POS 系統，點擊餐台，點擊設置以進行相關操作。進入餐台設置頁面後，點擊添加按鈕，即可新增餐台。可以進一步自定義餐台，包括選擇餐台形狀、設定餐台號、設置座位數，以及列印餐台二維碼等功能。添加完成後，點擊右上角儲存，每張餐台可單獨打印專屬數碼點餐二維碼，貼喺台面，即可掃碼落單，無需服務員手動落單。同時支持2種點餐二維碼，動態二維碼實時生成，僅單次有效，訂單完成後自動失效；靜態二維碼長期有效，打印貼台面可一直重複使用。轉台係指喺就餐過程中，由原來嘅餐台移至其他餐台嘅操作過程。拼台係指一個餐台能同時處理多個餐飲訂單。咁樣嘅操作通常喺餐廳人流較多時使用，以便更好服務顧客。第三部分 POS 點餐，服務員可直接喺 POS 機進行下單，支持3種訂單類型：堂食訂單、自取訂單、外賣訂單1件，切換開單。落單流程簡單易操作，選擇商品，點擊除單即可完成落單，後廚自動接單出餐，落單後可隨時加單。結賬時支持選擇整單支付、合併支付、拆單支付。第四部分數碼點餐。掃描餐台上嘅二維碼進入點餐界面後，會根據餐廳選擇嘅經營模式，自動匹配餐廳當前經營模式。顧客只需掃餐台邊二維碼就能自選用餐人數，自助點餐，支持會員登錄享優惠，亦可以訪客直接落單。